利用工厂爆炸造成10个人死亡，但这间公司互人亚康讲，定定咧违反劳基法。劳工团体咧呼吁，要选总统的参选人，就要提出政策来改善劳工的弱势困境。政客真到位，政客真到位，工人到位来。大声喊口号，虽然外口落雨，劳团依然是唔惊风雨，最近伫咧开道表达诉求。因为屏东的民用工厂大火，造成6位劳工加4位消防员死亡，资方被人讲是劳基法违法的惯犯。劳团认为，这场大火再一遍看出台湾劳工的弱势。相关的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也到场表达消防员成立监会诉求。劳工跟公务员两者都受害的同时，全国人民应该看见，这个是全体社会不分身份，劳动者在政府的政策、财团的获利忽视底下，同样受害的这个处境。明年基本工资月薪资虽然会调到27470元，但距离蔡英文总统梦想年轻人的起薪3万元，还有一段很大的差距。劳团认为，伫明年基本工资月薪虽然会调悬到27470块，不过即马什么拢变贵，至少才调悬到3万才有够。也认为，因应劳保的改革，政府就要设立基础年金、薪资退休金也要提悬。我们要求最近现在要来参选总统的这些人，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做一个承诺，也就是将来我们的提拨最少要提拨到12%。劳团也讲，为了要改善劳工年总工时伤过长的问题，应该搁增加7天的固定假日，并且放定做工会条件降至10个人。希望要争取总统到位的这几位候选人，会当回应劳工的诉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